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六叔馬訊。六叔馬訊係一個專門分享六環彩嘅頻道啦。咁廢話唔多講，即刻同大家分享下1月6號六叔究竟喺六環彩有咩心水啊吓！今晚會採取嘅係跑馬地嘅 A 跑道。六環彩嘅頭場呢係第4場嘅4班1200米草地賽事。六叔嘅心水有4、10、11。4號巴閉哥上仗呢喺4碟度轉彎，而且騎師都未盡全力嘅，僅輸，表現已經夠亮眼。今次換人搏殺，亦都抽到個內檔，評分又有利，形勢全面逆轉。10號妙玲瓏谷草1200米起家嘅，而家評分呢已經翻去上季贏馬嘅水平，配翻最合拍嘅艾少禮，抽到個一檔，可以守到博蝕靚位，蓄勢反彈。11號良區好友。今季泥草嘅表現呢都能夠接近嘅，何澤堯執韁嗰一役呢就最為出色啦。上一仗有飛，但係中途俾人撞咗，純屬意外啦。今次保重嘅決心非常明確啊！5場4班1650草地嘅賽事，六叔嘅心水有3、5、7、10。3號堅闖上仗初配幾人安，最細都見到起色，評分亦都已經接近歷史新低啦，反彈時機成熟。5號林寶精神，今季2戰1里咧都有飛嘅，前仗跟前麻麻地，上仗1400咧屬於格殺部署啦。今次強配翻潘頓，擺明車馬要搏殺咁話。7號先到先得，今季同程表現穩定有進步，上仗出閘俾人撞咗之後咧就徹底失去機會，賽績可以抹咗佢。今次有力翻去之前嘅水準。10號飛躍成就。1400米已經見到佢有追勁㗎喇，增程亦都合理。上仗持望空，際遇麻麻地，今季場場都有飛，戰意鮮明啊！第6場4班1200米草地嘅賽事，六叔嘅心水分享有2、4、7、8。2號東來欣賞谷草1200米嘅專家，今季表現穩定，亦都準成嘅，人馬合拍，檔位又有利，跑法主動，前速銳利，屬於爭勝嘅分子。4號維港激流前仗行咗一條唔利跑嘅線，亦都追得近。上仗末段嘅提速非常好嘅，顯示個狀態有冒升，評分亦都踏入咗有利嘅水平。短期裏面應該會有狀況出現，值得重視。7號你知我得呢一隻馬喺谷草1200米抽內檔嘅話，必有表現嘅，評分已經落翻到上次嘅贏馬水平。幕後起用新見習騎師。其實都擺明有爭勝嘅決心嘅。8號團結勇士前仗轉彎勒避咗之後，仍然能夠追得近，韌力十足。梁家俊揀騎加上轉倉馬球交代深切，戰意鮮明，可以拼個明白啊！第7場3班1000米嘅草地賽事，六叔嘅心水分享有5、6、9。5號年年幸運。黃志宏策騎呢一個路程2度都入 Q 嘅，人馬合拍，今次抽翻個好檔，可以守翻個靚位，而且副榜大減，形勢有利。6號精彩復勝，由希威森一手操練，放頭跑法出色，上次初戰谷草都已經識得近啦，已經證明咗個場地適應㗎啦，有力突擊啊。9號好好戀愛。何澤堯嘅私家馬戰意鮮明，前仗3碟轉彎仍然能夠入位，上仗出閘意外亦都可以抹咗佢啦，唔計數嘅。今次檔位理想，作為獎金馬值得重視啊！8場3班1200米嘅草地賽事，六叔嘅心水分享有2、9、10。2號朝朝醒，而家呢一隻馬每一次去到呢個評分嚟跑1200嘅話都近嘅，上仗外碟衝勢亦都夠強勁，評分冇上調到，亦都有着數，而且拍翻合拍嘅騎師巴道，爭勝決心鮮明。9號太子上仗慢閘兼直路冇位追啊，所以就算輸咗都冇乜數據可以依據啦。前仗配翻艾少禮已經有追勁噶啦。今次人馬再遇，而且抽到嘅一檔獎金馬動力十足，可以望有突破。10號精彩進賬，上仗初上3班嘅際遇好差，出閘有碰撞之餘，仲要3碟轉彎，騎師又冇盡力，不過都輸得近喎。今次檔位內移咗，而且配翻贏馬嘅拍檔，形勢截然不同。
第九場3班16米嘅草地賽事，陸叔嘅心水分享有3、7、9、10。3號連冠王氣威森嘅私家馬，側身分子持續有進步，今季全入3甲，狀態大勇。前仗直路遲起動，仍然都爭少少就得手，所以個實力係毋庸置疑嘅。7號雙影紅側身馬今季2戰同程贏晒嘅，表現非常突出。今次可以守到 box 有利嘅位置，雖然換咗幾人安啦，但係人馬或者會更合拍，聲望仍在啊。9號浪漫老窩上仗直路全程冇位嘅，賽績亦都唔可以作準啦。今次重返最佳嘅路程，評分又有着數，抽到1檔嘅黃金檔位，形勢可能會全面轉佳。10號凡凡有餘，升班之後2戰都係排外檔，被逼留後影響咗佢嘅發揮。今次換人執韁啦，結合咗騎練今季良好嘅成績同埋1650最佳嘅出路，可以望有截然不同嘅表現。以上就係陸叔6環彩提供嘅馬匹，排名不分先後啊，全部都係陸叔本人覺得有望爭勝嘅馬嚟嘅。當然大家可以踢走一啲唔認同嘅馬匹去慳翻啲注數，亦都可以獨立買孖寶或者三寶作為另外嘅投注。祝大家今晚旗開得勝，贏到開行，拜拜。